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中国的国台办今仔日来宣布，讲要来停改掉台湾5个名嘴甲因的家属。这5位是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刘宝杰、财经专家黄世聪、时事的评论员李正浩、民进党政治会执行长王义川，以及退役的陆军少将吴伯成。国台办批评这5个人故意来编造着有关中国虚假负面的资讯，伤害两岸同胞的感情。阿宏点名黄世聪讲，伊平常心，讲安尼颠倒凸显着台湾言论自由的可贵。若吴伯成是讲，这是一种的应邀。最近有一则影片，在中国真的是炸锅了，完全被延上。主持人刘宝杰评论国内怪事件，讲过大检检，真侪国内观众拢真爱听。伊伫咧节目内底，常在谈论中国社会现状，即马诉求国台办点名以黑白放假消息，罔顾大陆发展进步的事实，蓄意编造有关大陆的虚假、负面信息，并通过电视、网络、报刊等媒体大肆传播。国台办点名除了刘宝杰，包括财经专家黄世聪、评论员李正浩、民进党政治会执行长王义川和陆军退将吴伯成，各位民粹用错误言论欺骗部分的台湾民众，煽动两岸对立，会依法处罚。我们在台湾讲这样话，中国大陆都要管。从这件事更让我体会到所谓的言论自由的可贵性。我应该在我加入国军反共行列以后，这个惩处就应该同步生效了。国台办的神经会不会大条了一点？这是我的荣耀了。国台办共一场记者会则强调，两方应该合作，袂小结。所以点名要甲咱台湾边陲处罚，切掉言论自由底线。这两套处罚真正是互人杀无涨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